继续做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卖使叫我阿婷。咱人生的顶半场，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。教啊！阿妈，我会用斗相共哦。咁无法度，一、两一个。三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。这个业绩的。嗯。会当行着的世界行行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，哈哈哈哈哈，几岁拢无要紧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现主时对我来讲是半暝仔的4点半，但是对真济时段来讲是透早4点半。有够早，有够早！咱人生下半场的练习，这回来甲咱全台湾上老的乡镇，都是嘉义县义德乡。咱要来看这的时代要过什么生活。要小姐，要出发了好啊，好啊，爱头好就好哈。行。直接出发，咱要去对报会。盐水。盐水是台南的盐水。台南的盐水。啊，对，因为咱义德吼，因讲是咱嘉义县，差不多上要上南边的对无？所以离咱上近的就是台南盐水站。盐水，啊，你教我转音啊，教音站。啊，早孙仔拢会对你出来吗？伊喊我困，有当时啊，我爬起来，伊就爬起来对我去啊。我就袂对，就较有艺名呢。现在找到个有。找到啊。哎呦，啊妹妹呢？妹妹他们来讲一点。好，吃啊，多谢啊，哈，谢你哦，哈。哎呀，你要来买还是要啊？正开始，咱兰姐就爱开始买菜啊。今日要煲什么菜？这个菜当白菜，花仔菜。是。哎，这内底是冰角呢。你这是塞来补的啊，爱用冰角，咱们补去补啦。这青硬硬的菜，爱用这个冰角甲保鲜安尼，才袂叫冷去。啊，敢会有人客煮唔要什么菜，爱特别甲补的无？有啦，啊，毋过菜较无拢，伊拢做面鸡吧是啥的？哦。是安怎？啊，你啦有豆摕一包豆干啊？豆干呢？那个啥？豆干得你讲哪？有。
还记得阮遐咧厝内，阮遐做出产啊，咱拢晒规地互阮。咱出省的都免直接买啊。直接买啊。系啊。97、88啦，63。行好就。歹势，甲头家行一个，想讲哪有一人咧撞嘅。好啊，这我甲倒摕，啊？爱甲倒摕无？唔免哦啊是要买人就送伊。哦，会送去就对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头家谢谢哦。你会沙地，啊这三只，这等下爱干吧？阮的车。嗯。是吼，啊，知影倒一台就对对啦，还要惯势，逐工伊只买啦。那你隔壁台就咧歹势对啊，啊。无可能，来零啊。哎呀，免走，今仔无用。285。这较早哦，人偌济拢来保护，即卖较少人。可见人较少啊。老伙啊，无爱卖啊，有啊收起啊，较无人卖，嘿啊。较无像较早遐济。啊，我爱着这纳钱哦。好，爱我买买啊，这间啊袂得卖。细汉时阵对门去菜市场，拢安尼，吼，两手满20偌袋安尼灌的，结果今仔日拢唔免凉细，对啊。原来保护就是安尼保的啦，啊，所以等下咱去到车顶，应该是已经货拢满。我那我一罐肉粽呢，啊，迄个大款偌济？59，两到1千800。总算有摕到物件，安尼唔哪有买物件保护的感觉。1、2、3，大家看一个，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，来安尼一车补满，就车转来去一条咱东过社区。这上重的新干毛吧。来酸呐！我还有这，老大，哈尼炸哈。哇，安尼好。大天气呢？啊？迄个你加心啦，啊鸡啊有伫啊，啊糖这个这是这个。嘿啊，因为货摆好啊，无啥物代志，我涂骹就哪扫的啊。安尼恁咧买菜，安尼心情看了嘛好。这个啦，这个也在吃，这个来。像安尼透早的时阵啊，来点啊，买物件啊，拄着厝边头尾安尼讲几句啊，安尼，我感觉这个感觉嘛袂歹。真正有一个最真生活的感觉啊，大家互相关心一下。啊，而且吼，好多人来点啊买物件的，那个拢是较管会数的。4个、5个内底就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都是咱即马台湾老化的缩影，有无？都伫遮看会到，真正感受到迄个老人的社会已经开始啊。继续做事。哦，味了袂歹哦，有消。
兰姐哦，辛苦啊呢，好多人足济。对啊，阮这人拢拍到早啊，是吼。啊伊买袂赶紧要跟伊产呢。嘿啊，我看大家拢安尼呼扫扫啊，就紧走啊。对啊，要对啊。跟伊产做工课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我看这卖物件足济项的，我要用我的手机啊记录一下。这片安尼起用的，都是阮头拄啊去菜市啊，用迄个李路车三太子的风火轮的速度买回来的青菜。啊，搁有一寡食料的，嘛拢有买到。另外，这是一寡吼青的海产鸡吧。有够侪项的。另外这边大家看过来的，这就是属于这间店的一个18点。喵喵喵！这猫啊应该是饲来要掠鸟鼠的，对吧？恁两位乖乖，乖乖哦。好。另外这头阁有一寡文具呢，也是一寡纸泡啊拢有。我看过来这边，啊，阁有这吼胡椒粉啦、面体啦，吼，啊，阁沙茶酱啊，有足侪项的。等下，这两项哪会伫遮？这是咖啡呢？啊，我感觉吼，咱这个店吼，真正是无参像迄大卖场啊，拢有请足侪员工吼，安尼铺面甲铺甲水水，伫迄遮，应该需要有人好好整理，啊无旱季的时阵较无人陪，我来整理一下好啊。兰姐，我看你拢无咧休困的呢，我就爱困的呢，起码。8点外，要9点啊。系啊，你拢几点起来哈？我拢3点半起来。你安尼日子过偌久啊？哦，有啦，20-30班啊。你毋着长期拢困无饱，拢欠眠啊咧，对啊？应该是袂来呢，我中昼有补眠啊，中昼迄个12点过咧，较无人出来啊。阮这草地就是安尼啦，对，12点过伊就。拢休困一下，啊，惯势啊，嘛是安尼，一天过一天啦，快乐得啦。我拢讲身体健康上好。是哦，我看对啊，你看起来就健康。我一定知我咧讲啥，我喙齿已经咧拍干，我就爱困咧。慢性病药啊，嘛是咧做。所以我是想要问你讲，你敢有想过，因为即马慢慢有货啊，敢有想过要物件卖较少的，也是安怎？敢有想要调整过？无想要卖较少，你淡仔顾一项卖爱讲两个，卖我敢若想要卖较济。啊，你若物件卖伤少，会互人骂呗？有啊，一半仔讲啊，你是卖替人摕啊济。所以嘛，卖伤少。啊，大家拢咧拉惯势啊。是哦。阮这人嘛真好啦。来，嘉生。袂歹呢，需要偌济买偌济，系啊，安尼较袂顿嘛，较青。好，再过来哦，拜拜拜拜。啊，你有想讲拍算要做甲几岁？哦，我是看身体啦，身体来用，我会继续做啊。啊，你若想讲有毛病，就较唔爱做。是，我会看我的身体啦。所以你无一定讲到几岁。工课，这无讲做相当啦。是。嘿啦，啊我身体我嘛唔知讲要做到几岁。啊，你安尼运动颠倒好。颠倒好。对啊。你问我没事做袂了，我嘛人咧表有咧跳团，我没事用。哦，是。我也参加呢。你是讲咱社区食的据点？古店的对。啊，你等下刚有要去据点上课？我会过。哇，真正无闲几工，姐啊，安尼阮先来社区哦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行，出发。
看起来那是较早的旧工厂哦，嗯，是无？这较早人咧做金呢。哦，金哦嘿啊，烧金的迄个哎金。呦，做金啊，拢伊无咧做啊，伊怎借阮的社区啦，是伊嘛无甲阮摕钱啊。好，拉姐就好啊。老拄仔兰姐讲要来社区古店食，我叫是要去迄边，要去上课，结果是直接行来灶骹食，要来煮菜的。公安有人咧做，阮是来搭倒款啦，哦，搭倒款啦，看欠啥煮啥，倒用就对啦。是啊，阮有专门请人来做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安尼算是无领薪水的志工。无，阮咧系总做主工的啊，加迄个煮的啊。啊，迄边去迄个上课的所在，你会过去上无？因为都有闲，啊，你若遮无闲，阮就无过啊。啊，我遮若款闲，较有过。啊，这便当阿爸面顶敢有写名？我有爱写名，有这说呢。咱古店食，一天爱传偌济量的菜甲饭？炒个四炸素40个，这营养拢有够啊。哦，啊，真正感觉足见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够忝的啦，咱对这兰姐的骹步行差不多8点钟左右，但是我感觉我那个已经做是做2天的迄个份啊。看到伊安尼啊，我除了钦佩以外，我嘛咧想讲，20年后，我就差不多是兰姐这个份。我敢有法度，我敢有迄个气力，参像伊安尼共款，就是对咱的人生的下半场，游玩遮尔啊有热情，对生活遐尔啊有拼头。我唔知影我敢有法度呢？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即马看到的这阵时代啊，都是东过社区食的古堆。唔通看伊迄动作，那个足简单。甲你讲无，大家想过卖哦。等咱差不多60、70岁的时阵啊，咱的手啊、脚啦，讲哪有可能有淡薄较含慢不协调的时阵，要听这音乐，要安尼对着迄个节拍，啊，要拍鼓，迄是哇尔啊无简单的一件代志的。但是你看伊。哦，大家有够直的啦！啊，迄拍鼓的迄个鼓点啊，拢记到清楚的安尼。我感觉这电视台真正，这个鼓点嘛袂歹呢。顺啊，跳起来嘿啊，跳过来跳一个，嘿啊，跳来跳去。所以恁下课拢咧耍这就对啊。哦，我细汉嘛拢耍这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啦，安尼哦。哦，这没的哦。
哦，你缀着线都无啊？哦，安尼算嘛是会流汗呢？安尼这鼓要放在底，这滴空鼓对无？更加，更加的会使。放正。嘿。哦，所以讲，秘书长啊，咱这东北社区的时代无简单的，唔来会晓一项鼓。哎呀，啊，另外这新的是无？哎，是啊，这主鼓啦，主鼓哎呀，主鼓用竹仔做的。但是为什么咱要成立这个鼓队哈？哎，迄个时阵吼，因为阮社区的老人拢第二顶下骹嘛，拢无所事事啊。是。啊，尾有一届阮去访视的时候，阮的老人就讲，哎，奇怪，人拢住在社区咧食饭，咱他拢无。哦。我迄阵就咧想讲，啊，迄食饭是啥物回事啊？我就去问啊。共餐的。嘿啊，共餐，嘿啊，我啊，原来咱政府有咧做这个工课啊，咩啦，啊，就办这个活动，啊，但是因来食饭无代志做，安尼嘛都无聊的啊。对啊，嘿啊，想一寡爱想空想空，对，一寡出头安尼，对嘿。啊，后来就想讲爱用这互因讲，啊，毋因讲了，佫真有趣味安尼，因为手咧叮当，袂较无聊啊。是。啊，而且讲了后，哎，成一个团队，啊，阮就当带因出去表演，啊，大家愈讲愈有信心安尼。啊，另外我要问最资深的。哦，最资深的就是阮这个90岁。90岁。伊自阮开始办食堂来较紧。你爱来食无？有爱来无？都爱来，是哦，为什么？来运动讲过。哦，就是当做运动就对。啊，若伫厝的，哪会无爱伫厝的？我家己人伫厝里尔。哦。独居啦。在遮有伴。啊，你安怎来的哈？逐工安怎来？阮拢北家维生在阮来。阮社区会去甲因载，阮社区拢会甲因载。阿嬷那个爱个摕拐啊，嘛是来是无？伊若去门诊去台中，伊来遐嘛拢爱来。一手摇拐啊，一手起头头。哦，就感动的我呢。早时吼，拢去体力工费啊，烧香，啊，咱甲运动，我咧四界行。安尼哦，我都行咧。哇！啊，若是讲我有一日无说伊食到90岁，我希望我会用搁亲像阿嬷安尼。对啊。咱这社区的据点，就伫咧这庙的边仔呢。嘿啊，庙边仔尔。阮嘛拢阮来咧洗，是啊，吼。当下用嘛拢阮来洗来管。哦，你讲这个社区的环境，就是大家拢爱整理就对啊。有啦，阮这社区阮食工啦，啊，我也莫去扫大路。你看这拢无啥物粪扫啦，嘛无订啥物物件，都是拢恁咧维持的就对啊。阿妈，这间水呢？水啊。系啊。古早厝起偌久啊？你的厝边哦。对，阮姐姐啊，阮这辈迄伫阮遐搬出来。阿妈，你头先拍鼓就厉害的呢。系啊，所以我想要了解你伫厝的拢咧创啥啦？我伫厝练当白金啦，啊去园林啦。啊，这个社区即马大个人多啊少哈？即马较无啊，头啊较济啊。好。都那30外个。啊，恁兜伫？伫遐啦，啊，咧白金啦，我要咧白金啊。今仔日有石头要赶哦。有。阿嬷，这间厝看起来，旧是较早的恁的祖厝旧厝吗？有，我咧祖厝啦。哦，阿嬷，你讲的白金，就是这一塔一塔的金纸是无？有。哦，啊，这拢你白的吗？有拢白的啦。哇，啊，这间厝真正是古早厝，无介悬呢。袂啦。系啊。足久的啊。足久啊，几栋啊哈？这当啊，真久啊啦。有50栋无？有啦，啊，有哦较早阮去做土水拢按时去的啊。哟，阿嬷啊，我想要看这间。来入来看。哦，真正会弄着头呢。有，爱这说你。阿嬷，你敢是困伫这间吗？我较早困伫这间啊。哦，所以你即马无困食拢藏衫是无？遐拢困衫啦。诶，拢穿社区的衫啦，这拢社区的。真正社区的，啊，这嘛社。这毋是。这毋是。这社区的。这嘛社区的。咱查某人吼有一间安尼衣帽间吼，哦，
真正是足享受。阿嬷伊家己都有安尼。啊，较袂房间话啊，我房间话足清气的。哦，所以你毋是困遮，你另外困迄边。有啊，困楼迄边的啦。困另外迄边，啊，即边专门咧放衫。我衫啦。阿嬷，你绑金对无？安怎绑？你甲我教好无？啊，那我来甲你教。好啊，你教我安怎绑？我看你安怎绑，啊，我会记录哦。好。你再甲我教。阿嬷，你足厉害，你一支一支拢变做呢。都变我自己。是啊，有够厉害的。阿嬷，我借问一下，你的手敢有一支笑？为什么你要绑外交啥？你用手捏者就知影。啊，真正拢变大吗？袂讲大指细指安尼吗？当下会啦。有当时。大细指的。啊，你做这个工课做偌久啊？真久啊啦。阿妈，你这绑金吗？绑安尼一箱差不多偌济钱？会赚偌济钱？20几块。你讲安尼一箱20几块尔？20几块啊，这有诶，有当时8块7块啦。哦。啊，一箱20几块，啊10箱200外块。有啦。啊，一工有法度绑到10箱吗？有啦，啊有当时啊领100件啊，4、5件啊，啊有当包我去远的啦。你是对倒位过来食的？我北港啊。你讲的是婚礼的北港吗？是啊，只这个啦。哦，家己。我伫迄个北港啊。是。阿妈，我看到这墙面顶拢是你的作品对无？哦。你拢去遐师傅做的啦。师傅教啊袂晓，伊甲咱用，啊若会晓，咱就家用啦。但我咱唔甲咱用啦。感觉互咱动头壳啊。你去社区偌久啊？去社区要4、5冬啊嘛。啊，为什么你爱去社区？啊，头啊是咧做义工啦，啊尾啊我身体会瘦吼，伊讲叫我食饭啦，啊讲叫我去食饭唔免钱，我讲我袂安尼啦，我拢六规冬的啊。啊，伫社区食较好啊，营养有够，啊嘛唔免家己安尼起骹动灶安尼。啊，着即马寒顿啊，若食剩的慢食怎啊食？伊马食较少，对不对？较袂大苦啦。大伙仔原来爱水呢。阿嬷，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。即马安尼的生活，你家己感觉安怎？这生活袂歹啊，我即马领老人金仔着学白菜啊。学白菜啊，着我家食啊，有当时啊拄着要挂互阮后生仔煮啊。是。我家咧食我，你看咱少年，我毋捌甲少年提钱。我家迄个啊，咱少年一个迄个咧培养囡仔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剩介济钱啊，啊无讲袂通食安尼啦。啊，我带两个媳妇啊，拢袂歹个。足快乐的，我足快乐的。为什么快乐？啊，都足欢喜的，啊，去社区啊，足欢喜的。有人做伴安尼吗？做伴啦。阿嬷，我会用个斗相共哦。中庸收着，来，啊，你甲我教，啊，我继续记录。继续记录。对，来，我看卖哦，安尼摆，来。像这安尼，要摕偌济？啊，这有分正面啊。有啊，会分的。这顶顶是正面。对。是无？上大只啊。上大只哦，安尼搁放一寡转来，安尼。就今日甲阿嬷创歹势，对。差不多，啊，摕一个这。对，一个甲砍。我甲砍落呢。安尼嘛是一种。咱咧讲小肌肉，咱的筋头啊一个活动，甲头拄拍鼓差不多啦。对啦，安尼哪做头脑较清楚吼，较袂劳动工。较袂劳动工啦。对。啊，闲啊，较袂去人兜啦，较袂去人兜学白讲话啦。啊。
这是一个智慧哦，啊，佫会当趁钱，啊，佫唔免靠后生媳妇，家己佫有当趁钱安尼。啊，唔免佮甲后生摕钱啊。好处真多呢。咧嘉义义德东过社区食福安宫的这个庙埕，每个月旧历的初二甲16，在地居民大部分拢会传这水果啦，吼，啊，搁有香，啊，搁一寡饼干来遮拜拜。借问一下，啊，咱安尼拜拜啊，有啥物名无？小兵啦，小兵，吼，啊，甲迄有的人讲靠军是共款的意思。一样的，保卫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大趁钱。道特别青草，敢会是人讲的？老主咧，玉叶阿姨，嘿嘿，看到你啊！阿姨，哦，甲你约伫这庙的上好诶，因为今仔日下晡安尼盖楼的吼。初20咱拢有。对啊，你顶边有甲我讲啊，就是咱国语咧讲的上宾，大家拢安尼足诚意的传水果啦，吼，传即个金纸啊，吼，啊，搁饼干啥，另外有一个。这个卤煮。哦。卤煮拢煮甲青草，啊，着卤煮点香。嘿。阮这边仔较会使点香。哦，伊爱第一名的就对啊啦。啊，若参像落雨天要安怎哈？唔着当落雨天伫内底。哦，伫个庙的内底就对啊，啊，就袂伫个庙埕的安尼。大家人拢足够做，拢安尼一拿一拿。对。安尼要赶来，还是要收拢较方便？较方便啦。系啊。参像安尼拜，爱拜偌久哈？拜半支香，还是3分之？拜5杯。爱拜5杯。哦，3杯吗？是。3杯，3个圣杯。有时候4点半。哦，了解。4点半就刷安尼。就刷。安尼等下我帮你倒收，啊收的，我还去你的阮啊行行的哦。好啊。我即久无看到一个啊，来甲。你讲去阮啊？嘿啊，来找伊一个。咱福安宫的信徒，咱这小兵小好啊，小兵小好啊，咱若还袂出来守队，咱就出来通守队。这食安尼遮大片，原底是种啥哈？拢原麦，这拢原麦。原底是咱普通时啊食迄种吗？唔是拢咧加饲料的。加饲料的哦。啊，好。哦，饲猪啦，是鱼啊哟，鱼啊拢是食这。会啊。诶。哦，这大片拢收安尼。我来食就看到拢是，啊有看到阮啊。有，这来拢阮啊。诶。啊，咱阮啊是倒一个方向？去边？去边？西边。西边过去。西边来甲去我北边安尼。我甲你抱条条。趁这个时阵，甲你塞奶。就喊你安尼共在吼。够啊吗？这栋对无？我会啉的，够啊够啊。
高啊高啊高呀！哦，真正足久无来啊呢。对啊。来，慢慢来。哦，够够的啊！阿姨，你今年82啊，我安尼甲我载，无简单。花去来，我帮你。这个你对？你啊？遐。对啊，来。我有看到啊，我有看。一个人伫咧安尼勿忘影中人呢。其实讲起来嘛，真无简单呢，这片要顾安尼，对啊。哦，这久无看啦哦，啊，这等你这天就来。你慢慢行，我教一拍招呼。哦，好啦。足久无来啊呢。啊，你刚接来咧，我拢思念你啊。我阿婷阿婷，系啊，拢无来才停。这有淡薄仔无共哦。啊，这嘛来，这拢要去变红色太阳能啊。哦，这阵啊，这太阳能的这个议题，足清的呢，大家拢在讨论这个代志。对哦。系啊，要发展着太阳能，就是这气温啊，要慢慢甲收起来，是无？无，这嘛爱分部分啦。哦。分部分袂当。阮这就是这要好做，啊，甲伊困。没有。迄个。没有。这家遐拢要家己放。要留咧家己。哦，嘛是原在要留的。无做那袂使啦。系啊。无做迄个鱼花哦，阮这有入鱼花。袂使。啊，你阵石头这趟敢拢好啊？看鱼啊有食去无啦？哦对，鱼啊拢食这趟的啦。有，对啊。哦，就是这个味。有啦。香的饲料味。对啊，啊，这群是饲啥？拢沙巴啦，这拢沙巴啦。这尾啊。这细尾是饲料就较油对无？食较油啊。啊，你来咱迄桶的就较大碗。啊，另外头前遐咧。有，爱补。这卡嘛。有。好，交互我。买，甲你送份颜色的。嘿，我来。啊，所以你等的嘛是这个青色的吗？无。唔是，是啥物色的？黄的。黄的，啊，伫咧寮仔遐哟。有，上来钓，伫了遐钓。好。上来伫遐啦，啊，夹刀你就养啊。夹刀伫对啊。夹刀边啊，尔，汤啊，正汤啊。好。就夹着。好，你等我，我都无话，我会话声。爱加油啦！好，加油！咱2包人哇。唔知几公斤，看袂出。小心哦！哦，阿婷哦。我今年40外岁。小心！我感觉好重哦。这有淡薄仔食啦。对。哦。你原来有力呢？好棒哦！我有力，但是我无头脑。为什么你知无伊？好棒！我头拄仔想讲，我用垃圾就好啊，但是。我用垃圾，但是伊的迄个方向的，所以讲伊，我才发觉到我叫无练，无风。有风啦，但是迄练啊吼，就是迄个方向爱了解，对，这个爱了正啦，了正个会。互你发觉到我咧喘哦。你那好厉害呢！多谢啦，有60分啦哈，有吼。你看这一个安尼。脸不红，气不喘呢。我头拄安尼。哦，来，啊，这一包是偌重啊？35公斤的。3050斤，差不多2/3的哇。哦，出来了。哦，安尼有力。哦。1、2、3。哦。头拄拜拜，我头拄头一饼干。好，多谢。这我。这应该做迄个本做茶啊。有。对，来，内底除了沙巴鱼，啊，还有饲啥？虾啊。这2项倒一个会发较紧，就是收是同齐收，还是安怎要安怎搭迄个时间？虾啊，拢倒3月。虾啊，3月就在咧收。3月就咱就下一啦，3月就50尾1斤。50尾较俗啦。哦，啊鱼啊咧。鱼拢爱上斤。拢爱1斤上斤当甲袂上细尾。啊，无咱去看卖，系啊，看卖。来。恁2个嘛爱细腻哦，恁2个是相信。哦。
所以咧行这，恁两个有熟落过无？唔捌啦。唔捌哦。哟，阿姨嘛唔捌。拢有咧拢咧注意咧摕，摆啊咧，哦。摕摆啊落咧。哦。拢袂啦，我有哪唔捌啊？啊，亲像这喷料，即马是用电子的嘛，有泵啊呢，咧芳咧芳。嘿，有有。啊，较早上早以前，是毋是爱用手压的？用手压。排汤啊，啊，热水库啊，泼，行到泼到，行到。啊，所以你都是爱扫一扫吗？有，安尼洗一练。扫一下，啊，安尼哪行哪呢？有。啊，唔免。啊，你唔那个咧跳舞的？啊，安尼泼。较早是安尼。有汤啊，歹咧啦吼。歹咧，歹咧，歹咧。哦。有，我那汤啊咧，歹咧汤啊。所以恁翁仔某两个较早少年时阵，一人负责一曲安尼吗？有。哦，你 A 曲啊，伊 B 曲安尼。啊，所以翁仔某两个爱夫唱妇随，逐工安尼就对啊。这嘛就是开我啦。这是拢厉害啦。厉害。有。啊，到下早10点来开，就到下晡即出啦。差不多4、5点啊，3、4点就看天气啦。有。哦，了解。好啦，来，咱等下聊啊，我要甲恁好两个好好讲一个，对啊。阮因3、4个兄弟啊，嘿，俺两个，一个大姐，一个小妹。阿姨这个，我这回来啊，爱做记录，嘿，爱用这个手机啊做记录，有看无？有，真水哦。啊，你无笑一个，对啊。啊，即马就是恁两位吼爱做头前，啊，我的这个手机会对恁两个骹步，吼，来，安尼准备哦，麻烦抓咯。你要来边开有，我有对你的骹步咧行。这间就是一个甲阿姨住的，咱咧讲毋是厝是寮啊，对无？聊啊，这聊。互大家看一个，这是鱼寮，是。嘿啊，一个阿姨，我有看到这福地正成。啊，这营长拢咧烧香咧。很公平啊！啊，你爱吼来保庇啊，地主安尼吼。啊，这保庇这渔翁来讲啊，丰收咧，拜托渔翁啊吼，较大趁钱，大趁钱嘅。伊也差不多。唱，因为唔通唱啊捌。我见。啊，若像即马咱徛的即个位啊，算是咱寮仔的客厅。有客厅。嘿啊，啊内底有啥？请阿姨甲咱介绍。房间。房间。有，阮两个咧困。哦。啊，兼顾电，顾鱼啊，无这电若停电哦，无伫遮，迄鱼啊袂使。了解。啊，若停电哦，咱就煞甲变发电机。所以平常时拢是一个甲阿姨两位爱困伫遮就对啊。嘛是介辛苦呢。自少年甲这两个拢无离开的啊。是，两位是。国校1年咯，国小1年级较即阵，同学到即阵，哦，82岁看安尼几档？是啊，哦，62年啊。恁真差无同齐出世尔，差伫遮尔就对啊，系啊。伊到后尾我甲大成出世，差几工？伊当尾，我当头。哦。你当中啦。我若国历啦，国历5个27啦。啊，我12个差6月日。啊，搁来另外迄边迄是啥？较早咧饲猪啦。较早饲猪的。较早饲猪的，咱咧讲猪条是无？有这猪条。啊，这也无咧饲啥，咱扩东扩西啦，安尼。啊，搁有一台这发电机是无？对，迄台发电机，啊，这开风车就会行。啊，所以恁会困伫寮仔食嘛，是为着要顾这嘛？对，顾电啊。停电通迄落。哦，了解。这较早是饲猪母。这嫁这啦，嫁这一嫁就是较早饲猪母。是。阮饲迄个35只猪母咧，这。哦，饲伫内底。对。啊，这饲肥啊，这饲肥啊。头啊来饲阮啊。就兼饲猪仔啦，啊，较早是放蓝苗啊。我会记我有听过恁两个少年是足拼的。嘿啊，足拼的哦。对啊。你时阵，暝时阵你是咧做啊？啊，暝是做啥？啊，日是做？暝是叫若像念太路，
阮就用时来念。啊，若做像这抹壁创啥是日时，爱空生啊日时来做。啊，若像到太路，阮就阴暗时啊两个出来做安尼。啊，会做甲困去袂？袂啦，手咧摸。做到迄落地下要爱困，咱就切起来啦。较早毋知安怎咧过日就毋知就对啦，食4个摆。啊，准嘞。啊。真袂啊，较袂啦，真爱食啥就买啥。真上摆嘛，啊，搁糖有咧。对。恁两个有牵手去食一下大餐的无？有啦。有啦，一半摆啊啦，无食去啦，无食几食啦。你怎嘛无钱通去食大餐？袂啦，一个会甲你疼啦，有无？一个无接食，咱就煞来有时间，即马较有时间啊，嘛无遐尔啊无用啊，就会当牵手来食一下好食的啦。有啦。这个阿姨，啊，你有想讲这个治疗要安怎处理无？多谢周家甲伊甲我讲一寡恁的人生的故事，对。啊，我看即马日头要落山，啊，咱搁有啥物食温啊，搁有啥物食要做？拢做好啦，做好啊。无啊，就是等伊豆豆大汉就好啊。来，袂来唱歌啊？哦，好啊，我介久无唱啊。行。哦。好，来啊。哦，来。安尼我就甲放落啊，吼，开始啊。好，来啊！开始啊！黄昏的故乡有时在叫我，叫我一个苦命的辛苦流浪的人，无厝的岛礁。白云啊，你若要去，请你带着我心情，送予意外阿母的歌，唔通来陪记的。哦，多谢。哦，献丑了。因为我进前就是拢爱翕这啊，拢爱坐马术坐公车，台湾的世界去看去介绍。我就看坐马术，我来咧讲你啊。啊，对啦，是我啦，嘿啊。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头拄去洗躯的时阵啊，你会知影拄着啥吗？鸟鼠。我惊到，嘿啊！袂，你唔捌看着鸟鼠咧惊，我拢上来看。伊甲我惊着，哦，一啦，嘿，我头拄去洗躯啊，哦，看到鸟鼠，然后惊到安尼，我在咧讲，你莫来，鸟鼠这足济的啦。是哦，一个这，歹势，嘿，啊，我想讲，啊，这鸟鼠遮高着，啊，恁讲暗时困食，袂甲恁吵着吗？弄迄个袂啦，弄迄天棚，弄迄鸡叫。这在那表演哦，你看咧。你讲跳舞安尼草曲，安尼就对啊，伤寒嘛啦。你无甲讲较尊重的，这是我的厝呢，你无甲讲一个，哦，真正听惯死啦。听惯死啊。我咱刚才咧困嘛。若是讲即个风台天的时阵，嘛是困食嘛。对哦。电都爱困食，爱顾着嘛。风台天甲会失电。失电啊，水。袂用个失电，啊无迄温啊度的。啊水啊甜起来，甜起来就小满啦。哦，安尼听起来我感觉吼，阿姨甲一个恁的人生真正是风风雨雨安尼啦。对啊，人讲咱像做牛咧拖咧呢，较早呢。酒配开嘛是搁咧做事对无？都安尼拄久一目睭了开，这目镜有通穿哦，就脱下来，就来穿迄个，阮这庄脚拢讲穿雨，迄个啦，雨鞋，徛无，较早嘛无雨鞋，拢穿徛项，安尼伫遮挂起来到遮安尼。
少年迄阵会拼啊。迄阵咧，一支红像这个12尺红毛土条的，一支拢200外斤的，拢我家一人尔呢。迄阵足有力的，迄阵的咱唔知生水嘛，唔知啊。是毋是感觉楼内迄落那个迄无去怎啊无去？那个抽去啊？就是咧，有影。一路行来啊，恁感觉讲即马楼内啊，即马安尼的生活，恁感觉安怎？即摆就干啊。有人食啦，食唔免烦恼啊啦。用卖了，你若有时来买一个衫的，落地也无钱。无钱，看看的囥转去。啊，真高卖啦，真高卖讲爱食啥就甲买啥，这会会啦。爱食啥就甲买啥。一个咧，你敢阁有人生阁有啥物代志想要完成，还是有啥物梦想无？无啦，这回就买梦想。才80多岁啊，无啥物通梦想啊。有，用的时间，工课做咧，就多遐娱乐一下安尼。亲像咱下班的唱歌一个安尼。我今仔日来遮作做啊，我有摕一寡吼，炸一寡平常时吼咧用的物件啦。是啥？啥物物件？啥物物件？甲你讲好物件，我想讲平常时一个拢咧载你嘛，载你去看医生啥，拢开车啊，所以我想讲这是目睭的啦，我放一个。另外阿姨我有帮你传电话，我平常时咧用。谢谢啦。袂啦，恁两个。遮尔辛苦着，对啊。你辛苦啥啦？有啦，你等下就摕吼，好来，你用这弄伫边啊。溜咧用咧。慢慢伊就会烧，因为迄是。你从胡瓜啦。胡瓜瓜呢？你。阿姨，你唔捌看过一个安尼哦？我等下甲你翕相，我再互你看，有够古锥。虽然讲阿姨你的皮肤已经足好的啊，我知影你拢无去用做面对无？但是你皮肤真正有够厉害，你体有淡薄仔凉凉哦。一点你明仔载吼，你出去，人若讲，哎哟，你今日皮肤安尼哈，特别光，你就讲，我甲你讲，我嘛有一个甲你同款的，你看。有。同款的就对啦。系啊，这就是咱查某囡仔就是安尼，皮肤才袂焦焦，有无？哎，啊，安尼有对无？有无？会凉凉呗，一丝啊，但是慢慢就袂啊。一个你困去啊吼？无啦，我目睭都要互伊好较少。都好看。老实讲啊，我真正听到恁两个的故事啊，我感觉足无简单。系啊。啊，就过啦。系啊，但是愈是无简单的人生，愈爱好好啊，甲顺的过。这阵就甲经过去。拢莫学白上啥，就身体样样上好尔啦。不管生活安怎折磨啊。咱就是好好啊，用个劲，就先甲经过去，爱坚强啦。对，爱坚强对。坚强，安尼是嘛吼？对。等下鸟鼠敢会走啦？袂啦，鸟鼠走啦，阮伫遮来甲你嫌啦。有一个伫的，我嘿阿姨伫我会甲你揽调调。阮常咧看，敢袂惊。